台湾山拿资源丰富，日本树的樟脑开发的产量是有全世界的80%多。1905年，日本为初多拓展全台湾的樟脑经济，对北向南西亚到高雄六轨地区设置的台湾采脑土测合资会社，也借为过多的劳工去到青山岛和强脑。佢当时去到睇土中苗地区生发高外劳嘅行业，也去到南部强脑。唔过谈论樟树因多因少嘅，又有为合成嘅樟脑，也嘅产业呢，睇六轨已经完全卖黑的。今年80岁仲周明示范过去开采樟树的动作，手脚还系一定灵活。产中的安尼再去蒸笼去蒸啊，那个樟脑油，要拍一下。这个就是樟脑油啊。你要用樟树皮10推麻袋才可以做1桶的油了，1桶那个时候大概18公斤到20公斤而已。他们是在那边盖公寮，一直把那个公寮附近的那个樟脑，把它榨油榨掉，油榨出来的油是还有百姓是用一种人工的搬运，用那个脚踏车带到市面来。樟脑是有氧化育的重要配料，嘛是人类发明体中合成塑料赛璐珞的基本原料。1914年，第8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欧陆一下国为了提高战力，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樟脑制作有氧化育。到1916年，从日本外销出去的樟脑制品已经接近1000万公斤，其中有8成来自台湾。1870年左右的时候，科学家发现它可以做一种无烟火药。好，那当然那个时候就变成它是军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用料。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做成早期的我们说其实人类第一次合成的塑胶啦，我们称为赛璐珞。樟脑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有军事的用途。日本在制台期间，看到樟树带来经济价值，在全台各地设置樟脑督察出樟所，请工人来天数强脑。1939年第1世界大战爆发，当时2岁仲周明谈论到家人从新竹一路南下到六轨土生发，自细同阿爸过上山强脑的经验，不以见证了一段证明时期的经济发展。我们来那边的时候，我才2、3岁啊，人家用个菜篮的开过那边来的，我们又没有从这外面来的呀。我从那边一直在转过来，在那店做到我8岁，做到8岁还是日本时代啊，我在那个地方出来六龟读1年级。这边的移民客大概都是桃园、新竹、苗栗这3个地区。那听说就是因为伐木它需要有经验，好，然后所以就是伐木的老板就从北部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地方开始去找他的伐木工人，然后一路带下来到六龟来讨生活。太平的劳动力投入强脑的产业，为日本帝国带来一定好的收入。但是在20世纪的初期，马拉利亚真流行，加上速度命随时如会磨合。当时有许多的工人因为强促病，最后还出现了客户打唔上、病回家乡的情形。1900年左右啦，甲县那边就也发生了说，非常严重的一个疟疾的疾病，然后那一阵子非常的严重。那像那时候称日本为内地人嘛，内地人的这个日本人来这边采樟脑，大概70几个人里面就有1半死亡。从新竹州来的一些脑丁脑长，大概因为有签约，他们必须要在这边依合约规定采脑，但是因为疟疾太严重了，所以大概有1500多人就毁约就逃走了。树高3公尺，以土壤田的叶被对称方式生长，也种绿叶太树位是阳山南米族的经济纳树。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马拉利亚对强脑经济的影响，决定在1926年透过京都帝国大学喺六龟产品的产期，大面积来种植经济纳树。
用来提炼溃疡来治疗马拉利亚。同時，馬尾到南中國同南洋戰場嘅市橋，提供解藥幫肝病來治療。今年83歲潘莊金平，當日嘛參與嘅金嘅納數嘅吃藥。講其他配，講我辣，講好辣，有這歹講無？袂啦，袂。該歹，該快講啦。六鬼怪多的疟疾，哦，那些怪严重的那些疾病，哦，那个时候我们会取这个树的树皮来萃取奎宁，那这个奎宁就可以治好疟疾这个疾病。好，所以那个时候，京都帝国大学在这边大概有84000公顷的林地，是来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好，森林相关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樟脑跟金鸡纳树。1916年到1924年之間，日本人喺台灣進行種樹嘅名目調查，記錄全島種樹有180萬條。估計經過30年嘅開發，由種樹王國名號嘅台灣，最後嘛因為種樹嘅減少同合成種腦嘅發展，幫姜農一個名詞成為6個嘅歷史記憶。